翡翠台。Hey, if you want to become a model, just wake up and do it. Join the professionals. 隨圖演藝製作有限公司，電話27409059。要咩啊？唔該，俾住間白水。係咪呢種啊？ No。綠水？ Oh no。哦，梗係金寶綠水啦。Yes，係啦，係金寶綠水啦。影住金寶仲清潔好輕鬆。金寶綠水可能係香港最多人用嘅多用途家居清潔劑。AC Nielsen 1997年多用途家居清潔劑市場調查，金寶綠水全港藥房銷量冠軍。認住金寶鐘，清潔好輕鬆。出嚟食早餐啊！咦？合眾面？好味啊！哇，咁快食晒啦！好彩，除咗牛肉麵同埋排骨麵之外，仲有雞湯麵啫。合眾方便麵，最合大眾口味。我想食馬介休、沙甸魚、燒風扇，仲有燒羊髀、葡汁芝士焗龍蝦，同埋葡式乳豬、葡國咖喱，加埋葡國蛋撻。除咗要搭船去澳門，邊度仲有得食？嚟好運葡國燒烤餐廳啦！呢度有澳門風味、葡國特色，又平又正，地點又方便。好運除咗北角、九龍城、沙田分店之外，仲有新開張銅鑼灣廣場2期分店。認住好運呢個招牌，千祈咪亂蒲啊！防盜精英，拆比黑星，鐵將軍。放咗工想鬆一鬆，梗係嚟夏威夷啦！夏威夷桑拿服務一流，設備齊全，環境舒適。每晚1點後，90分鐘都只係收332，咁划算，咁就一於晚晚嚟夏威夷桑拿啦！埋單都一樣可以咁輕鬆㗎。群基集團為慶祝深灣分行即將開幕，挪威快艇 Skippers 全港震撼價，只需99000，歡迎換船，現貨供應。想做船主就要記住，東南亞獨家代理群基集團，電話28032266。松土間桑拿，精心挑選按摩技師為你服務。松土間喺尖沙咀松山道近馬會附近。而家舉行貴賓優惠月，長期85折，快啲嚟啦！優質嘅裝飾，譜出高尚家居嘅品味。大興裝飾為你帶來理想嘅居所。大興裝飾查詢熱線27083299。美麗閣芬蘭浴佔地2萬幾尺，休息室寬敞舒適，大小貴賓房成百間，仲有專業嘅按摩師服務。美麗閣芬蘭浴依家舉行一減再減震撼大行動，每個鐘只收168，加第3個鐘以上，每個鐘只收100。依家仲特設睡眠區，專人招呼休息到第2日，咁着數，你仲唔快啲嚟旺角新興大廈10字樓嘅美麗閣芬蘭浴嘆翻下？Cypo 標誌寶製作嘅電腦噴畫同電腦介字，花款多多，設計精美又經濟，係你吸引顧客嘅至好幫手。標誌寶服務專業化，仲有24小時特快起貨，明碼實價，保證令你滿意。依家為咗方便你哋，標誌寶已經喺多區設有加盟店，加埋灣仔謝斐道新開張嘅專門店。要揾標誌寶，真係話都冇咁易。查詢熱線23443266。位於尖沙咀柯士甸路嘅碧圖間芬蘭浴，設備齊全，冷熱水大池、蒸汽浴室、大小按摩房、特大休息室，連無線電話都接收到。男賓部每晚10點至凌晨1點，2個鐘至收450蚊；每晚1點後2個鐘至收350蚊；女賓部2個鐘至收350蚊。快啲嚟碧圖間嘆翻下！電視廣告威力無窮，宣傳易廣告查詢電話23443699，零速傳播有限公司。